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也就借着他以上帝为乐。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再次的来到你面前，求主怜悯。今天是五旬节圣灵降临日，让我们能够存着一颗单纯的心、热诚的灵来敬拜你。愿你宝血的大能遮盖我们一切的不义，也愿你圣灵浇灌，让我们能够从罪中得释放，全然爱你。我们愿意将心中的忧虑还有伤痛交托在你手中，也愿你手抚摸，使我们能够得到医治以及安慰。求你使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就能明白你的心意。我们虽然不足，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有一颗愿意的心服侍你，愿意跟随主耶稣的脚中行，学习主耶稣的榜样，谦卑顺服。求你使我们荣光堂的弟兄姐妹都有一颗合一的心，彼此相爱，共同兴旺福音。在今天的崇拜中，让我们也能重新得力，心中有更新的盼望及信心，过属灵的生活，来见证主名。奉主耶稣基督名求，让我们一起站立哈，我们来唱《恩雨大降》，新灵粮诗选210首。我们唱第一节，我们齐唱；第二节是姐妹来唱，副歌只是齐唱；第三节弟兄唱，那第四节呢再齐唱。心里苦干软弱可怜，被接生命的呼吸，主的慈爱已经应许，你死在不如大雨，我你的恩雨，耶稣生命充满我，虽因我们姐妹，一起来。弟兄来。仍然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将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尔公子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请坐。让我们来翻开诗篇104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诗篇104篇24节到35节。等一下，是会来起白色的部分，弟兄姐妹来印黄色的部分。24节。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遍地满了你的丰富，其中有无数的动物，那里有船行走，这都仰望你安时给他食物。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他摩山就冒烟。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上帝歌颂。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我们一起，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感谢主。接下来是公祷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为以下的事情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早上，众弟兄姐妹能够聚集在圣殿当中，歌颂赞美你是何等喜乐。这个时候，我们要为着神的国度、我们的宗派、同胞、肢体，要向你献上祷告，愿你纪念。我们要为着东欧国家波斯尼亚来祷告，愿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中，使他们国家百姓能够得到基督的救恩。我们要献上祷告。我们也为着台湾卫理公会中部教区太平幸福卫理堂的教会来献上祷告，为邱云杰牧师，求主祝福他们在当地所有的服事，奉献充足，在当地能够使更多的人悔改信主，也求主使所有的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服事有力。我们也为着台湾行政首长以及各级官员来祷告，求上帝赐给他们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使他们可以秉公行义，做出正确的决定跟政策，
使整个的国家人民蒙福。我们也为着儿童及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以及美好的品格教育来祷告。我们也为台湾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护人员以及军警人员来祷告，求主赐他们平安，工作顺利。这一切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让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结束这一段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一同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圣道里，我们请昭鼎弟兄来为我们读上帝的话语。经课的第一处在约翰福音20章19到23节，教会圣经新约126页，约翰福音20章19节到23节，新约126页。那日就是7日的第1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经课第二处，在哥林多前书12章3节后半到13节，教会圣经新约189页，哥林多前书12章3节后半到13节，教会圣经新约189页。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有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上帝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着圣灵赐他信心，还赐他知识的言语还有一人蒙着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以上是今日的经课。谢谢何弟兄。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2章1到21节，在新约的130页。使徒行传2章1到21节，由思慧来读这一段经文。第2章第1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出别国的话来。第5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住在米索不达米、犹大、加拍多蒙、本都、亚细亚、弗里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里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者犹太人，或者进犹太教的人，哥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上帝的大作为。众人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14节，彼得和11个门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其实不是罪了，因为时候刚到已出，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感谢主，愿主祝福他的话语。接下来是诗班献诗，今天要献的诗歌是《甜蜜圣灵》。
谢谢诗班的献诗，正道，我们请戴牧师来讲今天的信息，题目是圣灵降，教会生。请。甜蜜的圣灵这首歌听起来很浪漫，有点乡村的感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敬拜可以有非常多不同的方式。圣诗不一定都是要正经八百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圣诗好像要四平八稳，好像一定要唱得非常的多步。但是有时候有一些的小曲调，或者是有一些的乡村音乐，或者是各种不同的方式，只要敬拜上帝的诗歌，都是美好的音乐。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诗歌的敬拜，我们自己也成为敬拜上帝的人。让我们不单是只有看到诗班在这里敬拜，我相信刚刚唱完之后，其实很多人想要拍手，但是因为教会的传统文化里面，好像不太可以拍手的感觉。但是如果万一，我是说万一了哈，不小心你真的拍了，那就把拍手归荣耀给上帝。愿上帝祝福我们。今天各位看到牧师穿这样，其实今天不是发圣餐的日子，因为是下个礼拜才发圣餐。但是呢，为什么牧师今天要穿的比较正式？因为今天有一位女性，她生日。我要先强调，不是我们家师母哈，也不是我老妈，不是我叔妈哈。有一位女性生日，那对我们很重要。那让大家猜一下，今天是谁的生日，知道吗？今天是谁的生日，知道吗？有没有人知道今天谁的生日？怎样哈？不知道对不对？好，那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是教会的生日。为什么是教会的生日？这个我们的成人主日学老师要赶快教一下了啊！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什么？这是基督的心腹啊，对不对？如果没有教会的话，就没有我们这些信仰群体了啊！所以为什么圣灵降临节要带红色的，知道吗？我们的桌巾是红色的，牧师的肩带是红色的，为什么要用红色来代替，知道吗？好，各位我们都很喜欢参加婚礼，也常常看到婚礼，要考一考大家，知道为什么婚礼的时候要走红毯，不是要走黑毯，或是走蓝毯？各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或是黄毯，黄色的也很尊贵啊，对不对？黑毯比较不怕脏啊，对不对？红色的有时候走上去还是黑黑的印。请问一下，为什么要走红毯，知道吗？为什么要走红毯，知道吗？谁的血？耶稣的血。对了，所以红色也代表什么？耶稣的宝血。另外一个部分也代表什么意思？也代表圣灵的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走这个红毯，看到人家走红毯的时候，代表基督的宝血，同时也代表什么？圣灵不断的让教会圣化，成为基督的心腹。有一天，教会要到天上跟基督一起结那个婚姻的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婚姻的典礼，其实都在反映天上的婚礼的那个状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教会对我们很重要。今天是圣灵降临节，同时也是教会的生日。2000年前，它就诞生在地上。虽然以前可能我们有信仰群体，以色列人他们说自己是信仰的群体，但是真正透过耶稣而来的信仰群体就是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可以到教会来，相当的重要，因为你就是教会的一份子。你不是教会以外的，你是在教会内的。所以有一天我们都要见证跟基督一起结婚的这样的教会跟基督的结合的这样的美好，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看到天上的那样的美好的婚礼在那里进行，让我们在那里也能够跟所有的人一起欢喜跟快乐。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用这个经文来祷告，用这个祷文来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圣经，我们对上帝有更多的认识。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
祷告。我们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说女性很重要哈，各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要小心哈。这个18岁以上千万不要叫这个人叫阿姨，知道吗？听得懂意思吗？免得发生生命的危险哈。好，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人不太喜欢被人家知道年龄，特别女性哈。所以如果稍微比我们年纪大一点的，我们通常不要叫她阿姨，我们可以叫她大姐啊，或者是说比较年轻一点的称呼。为什么？因为以前的人不是这样，以前早期女性都很喜欢被人家看得比较成熟。为什么？因为好像比较有指导性、教导性，或者是好像比较资深，好像比较我懂得比较多，我可以引导你。但是现在不是哦，现在大家都喜欢被人家看成什么年轻小姐啊。所以当你在称呼别人的时候，那个称呼也很重要。所以要记得，如果希望那个帮你做菜的那个人不要太多给你加什么东西的话，要记得不要叫阿姨哈，要叫这个大姐就好了哈。但是这个只是一个笑话，只是我们要提醒自己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认识上帝、认识圣灵，而不是去随便的按照很多人的一些的说的话语，或者是一般外面的人没有认识上帝的人的认知来谈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人喜欢看YouTube， 或是喜欢看一些影片，那当然里面有很多有关教会或是有关信仰的教导，或甚至是有关信仰的一些批判，但是这些都要慎选，因为如果你没有慎选的时候，有可能你会被这些外面的东西会引去了，以至于你不晓得原来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有山寨版的东西在我们身边，所以包括信仰也有很多山寨版。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所信的应当奠基于什么地方。所以上帝给我们有圣经作为我们的依据，上帝也给我们圣灵，让我们可以按照圣灵的教导来行。所以如果你的灵里面有时候感觉到这个教导怪怪的，或是这个信息有点不太一样，需要去做一些的分辨，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分明，免得我们随着世上的一些的东西就跑走了。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是圣灵降临节，我们通常也叫做五旬节。各位知道五旬节的意思是什么吗？五旬的意思是什么？知道吗？一旬10天，所以五旬是什么？50天，对不对？但是从哪一天算，知道吗？50天前是哪一个节日？各位知道吗？好，如果是犹太历的话，叫做逾越节，对不对？50天前，如果是按照教会的历，叫做什么？复活节。所以复活节后的50天，就是叫做圣灵降临日。好，那为什么会叫圣灵降临日？因为那一天这个圣灵临到在这个一起聚集的人，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一起聚集的人的身上、头上。但是可能这个画很多人都会画成火焰，对不对？其实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舌头，因为圣经上说什么？舌头如同火焰，所以应该像是舌头一样。但是我们通常都画成是火焰。好，所以其实应该这个五旬节降在头上的那个，应该是像舌头的形象或是样式。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在有机会的时候会再做一些的说明。好，所以五旬节就是在复活节后的50天，叫做五旬节，同时叫做圣灵降临节。那为什么这一天对犹太人五旬节很重要？因为这一天是他们的大麦收成的日子。所以大麦收成从这一天开始，他们要开始收割大麦，他们的这个吃的东西都要开始去收，那是丰收的时候。所以为什么五旬节也代表快乐？因为丰富，因为那个是丰收的时候。所以对犹太人来说，他们一年有3大节，各位还记得吗？犹太人3大节日，第一个节日叫什么？逾越节。逾越节是什么？类似像犹太人的真正的新年。1月1号不是他们的新年。
真正的逾越节才是类似他们的新年。然后第二个重要的节日就是现在的五旬节，然后第三个节日到下半年的时候，大概在10月、11月左右，那个时候叫做住棚节，住在棚子里面去享受收藏的这样的快乐。所以犹太人的每一个节日都有它的用意跟意义在。好，但是这一天变成是圣灵降临日，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意义？如果各位有机会看圣经，我们看在这个使徒行传的1章8节，今天经文的前一页里面，使徒行传1章8节，耶稣讲了一件事情，说你们要预备接受这样的东西在身上。好，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1章8节，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投影片也有，或是圣经上也有，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一起念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说什么？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但是有一个目的，知道哪一个目的？知道吗？要做我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降临的目的，要让你为耶稣做见证，而不是要让你来夸口。你看，我有恩赐，了解意思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提到恩赐的时候，有很多混乱的想法。为什么？因为传统教会不太讲。传统教会为什么不讲？因为认为它是洪水猛兽，听得懂意思吗？但是灵恩教会很常讲。可是灵恩教会很常讲的时候，我们又不知道他讲的东西到底是对或是不对的。甚至很多人会常常用什么？哎呀，你看我会方言啊，我会这个什么，还会让人家扑倒。哇，你看我恩赐好厉害。亲爱的弟兄姐妹，恩赐不是让你夸耀自己，恩赐是要你夸耀谁？是夸耀耶稣基督。圣经上说什么？要为耶稣来做见证。他说：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恩赐，你有属灵的恩赐，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你要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上帝给你各种不同的恩赐，给我们教会不同的恩赐。牧师要先跟大家说明哈，一个教会如果健康的话，应该各样的恩赐都要有。听得懂意思吗？各样恩赐应该都是均衡发展的，没有人的身体是，这个右手比较粗，左手比较短。然后是这个左脚比较长，右脚比较短，没有，都是均衡发展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可能，你身上都有上帝给你的恩赐，而这些恩赐是要为了让我们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恩赐不是让你夸口自己、夸耀自己，而是让你来为耶稣做见证的。好，有一段话这样说哈 ：A church on its knees。is more powerful than an army on its feet。 意思是什么？跪下来祷告的教会，比站着打仗的士兵要更有力量。听得懂意思吗？教会要充满的不是什么？不是你要很有能力才能而已，而是什么？要能够跪下谦卑祷告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里面不乏恩赐，教会里面有恩赐的人一定很多啊，包括我们今天，我觉得诗班里面让我发觉到有好几个会唱诗的人，比如说我们今天独唱的我们的这个炳元弟兄，以前我都不晓得他可以独唱哈，他的声音很好。还有我们当中有很多的非常有恩赐的人，我们的每一样恩赐，有教导的恩赐，有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甚至司琴也是一种恩赐。但是我们的这些恩赐，是不是能够用在对的地方，或者是让上帝来使用？一个教会能够跪下来，比站着打仗的士兵要更加的强壮。我们的教会常常期待希望说啊，我们要复兴，我们要有很多的有才能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要有才能的人之前，先要跪下祷告，跟上帝来寻求。因为我们跪下的时间不多，但是我们做事做很多。很多时候我们办了很多的活动，但是没有注意到跪下祷告才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哎呀，我的恩赐可以去充满这个东西，我的恩赐可以去补这些东西，我可以去做哪些事情？这些可以撑多久？
如果没有透过祷告，这一切都没有力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跪下祷告比站着的士兵要更有力量。所以五旬节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他们在预备要领受圣灵的时候，他们祷告相当久的时间。各位如果看使徒行传的话，其实这些门徒他们不是只有在那里等待，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常常在祷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经文里面第1节、第2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一下第1节、第2节，一起念来。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不晓得说这个屋子是指什么地方。有的人说它应该是他们祷告的时候的那个马可楼，那个楼上的地方。但是有人认为说这个地方在哪里？这个地方应该在圣殿里。为什么叫圣殿里？因为当圣灵的恩赐降下来的时候，这些人开始讲方言的时候，很多人聚集来，然后都发现说，这些门徒，耶稣的门徒，居然会用我的方言，会用我的这个乡下的话，我的家乡话来说话。当时有很多人叫做游侨，知道吗？我们叫华侨，对不对？他们叫游侨。游侨是什么？犹太人，然后去到外地工作，然后在那里侨居的，然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来敬拜上帝。所以当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些人好惊讶，怎么会有发生这个事情？各位，如果是在马可楼上，大概没有办法挤这么多人在。所以有人说，这个地方有可能是哪里？有可能是圣殿的一个区域，叫做外邦人院。听得懂意思吗？外邦人院是什么？外邦人院就是那些非犹太人，他进犹太教，但是非犹太人或者是犹太人的侨居的这些人，他们回来的时候，有的有受割礼，有的没有受割礼。他们没有受割礼的人，通常只能够在外邦人院，所以也只有这些人，他们才会听到这些人，他们在这些耶稣的门徒，他们在用方言、用家乡话来谈论有关上帝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要跟大家讲一个事情是：圣灵降临的时候，你看经文里面说什么？他们说他们在讲述上帝的大作为，用不同的话讲述上帝的大作为。可是各位知道，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地方，也有很多人讲不同的话，但是那个话不是在讲上帝的大作为。各位知道是在哪里？知道吗？创世纪里面有一个经文，里面说有一个地方叫什么？巴别塔，有没有？巴别塔里面在讲什么？巴别塔里面说我们都用同样的话，所以我们要传扬自己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最后上帝把他们的话怎么样？就分成不一样了。一个是传讲上帝的大作为，用不同的方言；一个是讲同一的话，但是我们要传扬自己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那个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如果今天圣灵在你的里面，应当你要说的是上帝的大作为，而不是我要传讲我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要让我们讲上帝的大作为。这里又提到圣灵来的时候，好像风一样。各位知道，用风来形容圣灵是最贴切的。各位知道风看得到吗？看不到，对不对？摸得到吗？摸不到。但是它有没有在？在啊。各位知道现在有冷气吹，对不对？你感受到风，看不到，摸不到，但是你知道它在。所以圣灵是什么？你看不到，你摸不到，但是你知道它在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圣经创世纪里面提到，上帝在创造亚当的时候，他把亚当造好之后，从他的鼻孔里吹了什么？一口气进去之后，亚当就成为什么？有灵的活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就是这么奇妙。你要有生命，你要有圣灵的充满，才能够有生命。所以一间教会的灵性的温度，不是看他的活动表，不是他今天做了多少活动，而是什么？他的祷告会。好，所以容许牧师在这边做一点工商服务哈。
这个礼拜四我们有祷告会，邀请大家弟兄姐妹你来祷告。那你的祷告不是为了来听牧师讲道，不是，也不是为了来跟某些人见面，请你在祷告会当中要跟耶稣见面。在祷告会当中要跟耶稣见面。一间教会的灵性的温度不是活动表，而是他的祷告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渴望教会复兴，但是我们却很少人为教会跪下来祷告。刚刚我们说，跪下祷告的教会比站着打仗的士兵更有力量的。好，所以我们看一下，上帝透过圣灵来让这些的门徒他们讲各地的方言。这些人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在讲上帝的大作为。我们来读一下第4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一下第4节，一起念来。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让我们能够说起别国的话来，以至于我们能够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的祈祷、言语、行为跟侍奉都能够被上帝大大的使用。千万不要小看你的一个话语，或者是你的一个小小的行为或动作，这些都可以为耶稣做见证。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哈。有一个弟兄，他从这个西班牙回来台湾，好，然后他是华人华裔，然后他在参加教会的祷告会的时候，突然发现他前面的那个人在讲西班牙话，他很兴奋，哇，这个人怎么会讲西班牙话呢？所以他祷告会完很高兴，而且他讲得很流利哦。他祷告会完之后，他就找前面那个弟兄说：“我听到你刚刚讲西班牙话，你刚刚讲得非常好。请问你去过西班牙，或是你住在这个南美洲吗？哪个地方吗？”这个人说：“我不是，我是从来没有出国过。我在这里，我在台湾，我从来没有出国过。只是因为后来出口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后面这个懂西班牙话的人，他知道，他说：我知道你在讲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会不会工作？会。到现在还会不会工作？还会。千万不要以为圣灵方言的恩赐到现在就不会了，会的。但是圣灵方言的恩赐要用在对的地方。他说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他们要说的是传讲上帝的大作为。所以今天的这个新约经课里面提到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可以来到教会里，是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可以来到教会当中。如果不是圣灵的帮助，我们有可能是在外面，可能没有信上帝的。若不是圣灵的工作，没有人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圣经里面只要提到要这个字，通常都是命令句。所以以弗所书5章18节说什么？要被圣灵充满。要就是命令的意思。所以当你读到要被圣灵充满，要记得它不是只是一个邀请或是一个请求，不是，它是命令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每一天被圣灵充满，你要每天祷告，邀请圣灵充满你，让你里面满有圣灵。圣灵充满你，就是管理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你的思想、你的言语跟行为，全然要被圣灵来管理。所以我们看一下今天经文里面引用了约珥书里面的经文，在什么样的地方？请大家看一下，在约珥书的2章28到32节。我们来念一下这一段的原来的经文里面讲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原来的经文。约珥书一起念来。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好，那日子是什么？就是主来的日子。将近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有圣灵的充满，所有的人会做什么？他说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到那个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当然就是信主的人，求告主名的人要因此而得救。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积极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因为期待在末后的世代里面，能够来让人求告耶和华的名，使他们能够得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充满你，让你能够做这些的恩赐，有这些的恩赐，为的是要为耶稣做见证。上帝帮助我们，恩赐现在还是会有的，不要小看上帝给的恩赐。圣经里面所谓的恩赐，在英文的翻译通常都翻译成礼物，所以礼物是上帝要给你的。每一个人的礼物会不一样，有的人也许是说方言，有的人翻方言，有的人是行异能的，有的人是有信心的，有的人是祷告人就会得到医治跟恢复的。每一个人恩赐会不一样，但是所有的恩赐都要为耶稣来做见证。好，跟各位分享这个事情，可能上次那个戴基中院长来分享的时候，有稍微提到这个复兴祷告会。各位，在美国有一段时间，2月8号到2月23号，在这个 Asbury 这个大学里面，有一个祷告会，持续了将近10几天，快要20天的时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候，因为一群大学生每一天都聚在教会的 chapel 里面，在那里祷告敬拜上帝。有人说这个是一个末世的时候的复兴，但是很多人不晓得说那个复兴是怎么开始、怎么引发的。据说是有一位年轻传道人，当他在分享信息的时候提到要悔改、要改变，我们生命要改变，被上帝来得着。从他的信息之后，那一天开始，每一天都有学生到礼拜堂里面来认罪悔改祷告。每一次的盛况都是像现在的照片这个样子，许多人到礼拜堂里面来认罪悔改，祈求祷告，承认自己的罪，生命得着改变。我们说它叫做 Asbury 的一个奋兴祷告聚会。当然它持续的时间还是只有一段时间，没有一直每一天到现在，但是我相信还是有，每一天还是有一些人，也许盛况不是那么多，但是还是有。但是复兴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我们需要知道认罪悔改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认罪悔改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可以能够来领受圣灵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人，也许你看你的所在的地方是很多的问题的，包括我们的国家也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也有很多的问题，甚至包括我们的教会也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我们国家要悔改啊，教会要社会要悔改，但是我们很少提到教会要悔改。如果教会没有悔改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社会跟国家也不会悔改的。为什么牧师要这样说？因为教会是社会跟国家的最后的良心了。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没有带来悔改的信息，如果我们的教会不愿意调整改变，如果我们没有谦卑来到上帝面前，承认我们是罪人，那么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恐怕要改变是困难的。求上帝怜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别人悔改，我们希望这个国家悔改，我们希望社会悔改。刚刚提到了希望别人悔改，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我要成为一个悔改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要先悔改，社会才能悔改，国家才能悔改。如果教会没有悔改在当中，我们没有常常去想到，也许我的言语伤过了人，如果我们没有想过，我们也许在行为上没有荣耀上帝，也许我们常常在想，没有去想到说，也许我所做的行为让别人受到伤害，而我没有悔改的时候，那么对不起，国家社会应该也不会有这些悔改。我们常常讲说，我们的国家社会常常现在面临一个状况，就是每一个人好像做错事情是对的，反而做对的人是错了一样。包括欠债的人应该是对的，然后要去讨债回来的人好像是错了一样。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已经不一样了，已经改变了，很多事情好像变成我们不再对罪敏感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希望国家悔改，那么我们需要回到教会的悔改里面来，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成为一个悔改的人。所以教会要充满的不是基督徒信徒坐在这里，而是什么？而是圣灵的充满。
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的教会成为圣灵充满的教会，而不是只是坐满人的教会。坐满人的教会有一天也会退烧的，但是圣灵充满的教会不断有热情跟火热，并且愿意为主来做见证。所以教会要求的不是求人的多，而是求圣灵的充满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学习的功课。第一个，基督使软弱者成为圣徒的群体，所以教会不是犯错的不犯错的圣人所组成的。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罪人所组成的。我们是罪人，而我们组成这个教会，所以每一个人一定会有不完美不完全的地方。我们不是不犯罪的，我们是一群勇于认错的罪人。所以各位知道要去找好人要去哪里找，知道吗？监狱啊，监狱里面都会说我是被冤枉的，我是好人，我是被这个法律给耽误了啊，我被这个社会给这个耽误了，我不是坏人，我是好人。可是各位知道要去哪里找罪人，知道吗？来教会找罪人，因为教会要告诉你我们是罪人。所以如果你来到教会里，你要承认一件事情，我们在上帝面前没有一样是完美跟完全的。你知道在以赛亚书里面说什么？我们的义啊，我们人的义好像什么？那个义是这个正义的义，我们人的义像什么？好像那个破布一样，破抹布一样，在上帝面前是不堪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义做得再好，都是像一块破抹布一样，不是干净的布，是破抹布。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一样是完美完全的，需要上帝的怜悯跟恩典。所以这个话稍微有点重了一点，但是要让大家知道，不是只有上教会，因为只上教会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如果你认为说我每个礼拜来教会里面我就成为基督徒啊，对不起，不是。只上教会不能够让你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真正成为基督徒是什么？你的战场不在这里，你的战场在外面。在离开礼拜堂以后，你怎么样去生活，让人看见，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每个礼拜上教会，不是因为我内心有愧疚，所以我来做礼拜，不是，而是我们是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来这里做礼拜的。第二个，圣灵让不同的族群成为合一的群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群体。我们教会里有原住民，有新住民，也有我们的原本的在地人或者是我们可能有客家人、闽南人，或者是华人，或者是有很多架杠的台湾人，不管是什么，但是我们都成为合一的群体，这是教会里面最美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没有所谓的界限的群体。不是说你是哪一种人就比较好，你是哪一种人就比较优秀，没有。教会里面是没有这种群体界限的，我们在教会里都是弟兄姐妹，所以教会不是一群帮你挑选的朋友，而是弟兄姐妹。教会是上帝帮我们挑选的弟兄姐妹，而不是朋友而已。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你身边的那个人，他是我的弟兄姐妹，他不是只是我想要交往的朋友而已，或是我要接触的朋友而已。让我们回到神的里面来看我们的身边的人，他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圣灵工作的时候，让我们可以产生悔改的心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恩赐来彼此服侍，我们可以脱下所有的面罩，来到上帝面前，能够来彼此坦诚，彼此承认自己的问题或过犯。各位，其实牧师很喜欢参加小组，但是在小组里面，每一次碰到要祷告的时候，牧师心里都会有点挣扎。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牧师常常听到的一些代祷事项或讯息，很多时候都是听到我有点生病，我有点什么样请大家为我祷告。很少人会为自己希望我能够改变，我需要帮助，请大家为我祷告。我昨天跟太太吵架，我昨天去酗酒了，我昨天去这个赌博了，我昨天去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请为我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人愿意敞开自己的心到这样的程度，请我们的身边的弟兄姐妹为你祷告？雅各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说什么？他说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
如果你希望生命得到医治、得到赦免、得到饶恕，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台语有句话讲叫什么？互相绕亏，求进步，听过吗？所以在小组里面，千万不要认为说绕亏是一件很丑恶的事情，没有。我绕亏，伊嘛绕亏，但是我们彼此互相的为彼此来祷告，这是小组里面可以做的美好的工作。第三个，教会的使命要让万民成为门徒的群体。教会不是要办活动，教会要做的是什么？要承继大使命的运动。什么叫大使命？知道吗？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章18节、19节、20节。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教会存在不是为了办活动，而是要承接大使命。大使命是什么？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耶稣不是叫我们去让谁做卫理会的会友，或是我们去找人家来当荣光堂的会友，不是，是要做什么？是要让人成为跟随他的门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邀请人家不来荣光堂没有关系，不来卫理公会也无妨，但是他要成为什么？他要成为跟随主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教会有这个使命在的，要带领人成为主的门徒。好，所以这个话也很有趣，也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事情，让大家做一点思考。教会要做什么？教会要被呼召去安慰心灵受搅扰的人，但是要去搅扰什么？安逸的人，内心安逸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得着安息。”所以我们要让那个心灵没有得到安宁的人来到教会里，让他心灵得安宁。但是那个常常在舒适区里面觉得，我现在很好，很不错，我现在好像状况都很好的，这些人要做什么？要去搅乱他，让他开始反省：我这样做是对的吗？上帝如果给我好车好房，上帝给我好的收入的时候，我只是自己享受吗？还是我可以做些什么？搅乱一下你的安逸的思考，让你可以稍微动一下，我还可以做些什么？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有安逸，而是我们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不断的有那样的活力可以出去。所以最后我们要问教会属灵的复兴，不是要用什么方法跟技巧，很多时候我们要找方法跟技巧，但是上帝要用的是对的人。所以如果你是对的人，上帝要使用你。不管我们做什么活动或事工，要问的是我们有没有在哪个地方得罪上帝了，或者我们需要改变。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所做的决策决定都有可能会是错的，所以也要跟弟兄姐妹，也请弟兄姐妹要原谅在教会里面一些决策的人或同工，包括牧师，包括我们的执事，包括我们的小组长，我们都曾经犯错，或是做错决定，或是得罪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不知道。但是请弟兄姐妹也怜悯跟赦免，帮助你的牧师，帮助你的执事，帮助你的小组长，让他们能够重新再开始，让教会不要停留只是在安逸的状态，或者是粉饰的状态，粉饰太平的状态，让我们真正面对自己，我们需要悔改，回来到上帝的旨意的里面。最后跟大家分享，在上个礼拜年议会开会的时候，其实我不太想上台去分享，因为向来20年来我在卫理会里面，我都是一个不讲话的人。但是上个礼拜五，我上台去讲了一段也许不是很多人喜欢听的话，我们的依兰姐妹也在场，她可能也听到了。我在那里提到一个事情，是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讲卫理精神，或是卫理精神到底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卫理精神说穿了就是不断前进跟热情的精神。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些，我们不再对土地有热情，我们不再对福音有热情，我们不再对传福音、对未信主的人有那样的热情，想要去得着他们，让他们能够得着上帝的祝福跟恩典，那么我们就没有卫理精神了。亲爱的弟兄姐妹，重新燃起
卫斯理的精神。卫斯理的精神不是特别的什么样的精神，他是回到最早期的教会里面的那样的一个敬虔的态度的精神。上帝帮助我们回到那个最早教会里面对上帝的爱的那个起初的爱里面，让我们回到神的爱里，也更多的爱上帝。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为今天圣灵降临日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你让圣灵工作在我们的教会里，让我们能够重新开始悔改，反省我们自己，并且帮助我们出去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使人看见我们就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在你里面蒙恩，也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领受圣灵，被圣灵充满，让我们领受之后就能够在各个地方用各样的方式、方言、方谈，能够用各样的技巧，用各样的态度，用各样的方式，能够来为你得更多的人。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的分享，让我们真正能够让圣灵来浇灌我们，我们也愿意认罪悔改，真正的改变自己，也让圣灵来动工，让我们真正得到教会的复兴。我们一起来唱新灵粮诗选的儿本221首，我们一起立，我们来唱全首。请坐。请丝线的同工到台前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个奉献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丰富，你让我们一无所缺。主啊，这个时候我们也愿意将我们从你那里得到的奉献一部分用在圣工上，求主你悦纳，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向主献陈歌》。
蔡切礼。让我们先介绍2位哈，一位是郭北方，在这里吗？欢迎您，请坐，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另外有2位，这是齐希贵，还有郑良顺，欢迎。也希望你们能够常常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在唱到第2次的时候，就让我们一起起立拱手问安。现在要做施工报告，请大家回座本周今天呢，主日结束之后会召开小组长会议，请小组长以及相关同工留步参加。下主日是6月份的圣餐主日，请弟兄姐妹能够预备心参加崇拜。主日后1点30分要召开执事会，也请执事同工们要留步参加，这是下个主日。第3项，戴牧师要在7月份开始。因为7月份之后，我们成组刚好结束了。那在主日崇拜之后，11点30分到12点30分，有所谓的酌编查经小组。这个等一下牧师可以再详细的来向大家来报告一下。另外就是第4，成人主日学要在6月份，其实也大概在2、3次之后呢就要结业了，请为学员们的学习继续祷告，也为着各班师资身心健康感恩。那教会在6月份要开认识教会的崇拜事工课程，对象是对教会崇拜有兴趣的弟兄姐妹那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向翁荣哲崇拜执事或者是黎淑仪教育执事来报名。教会
6月19号到21号的澎湖探险兼旅游的这个行程，请大家能够祷告，为他祷告，希望到时候所有的这个从业们身体都健康，能够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第7项，暑假的 MYF 活动是在7月29号到7月30号。那地点是高雄的六龟善平山庄。这个活动是欢迎国中到大学的学生来报名参加。那51届的全国姐妹会夏令会，主题是解开忧郁的枷锁。这个时间是在8月18号到19号。这个欢迎姐妹们报名参加。教会的制服学院活动也马上要结束了，也请大家继续的为他们的完成，还有之后学员跟教会的美好的联系来祷告。那第10项刚好今天也谈到圣灵还有复兴，我们希望邀请弟兄姐妹能够实际的来参加周4的查经祷告会，让我们能够关心教会的各样事项，也为此而祷告。其他的部分呢，我就想请大家能够自行参与牧师。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点报告，就是有点遗憾了哈，我们的新任干事郭丹金姐妹，因为个人的因素她必须要离开，所以虽然短短只有不到2个礼拜的时间了哈，但是她也在我们当中有参与许多的服事，然后我们为这样向上帝献上感恩。那今天也是她最后一天的上班日。那所以，如果等一下结束之后，弟兄姐妹要回去前，也可以跟他打个招呼一下因为家里需要有一些的这个就是经济上的资源所以他要去公司上班，这样他比较可以有比较多的这个收入可以来养家所以也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的郭丹金姐妹来祷告那我们也请弟兄姐妹来关心就是教会的各样的事工。我们的那个 MYF 其实就是给年轻人的那个 Methodist Youth Fellowship， 就是年轻人的那个团契总会办的夏令营活动，那就在六龟的地方所以那个善平山庄不是山上的那个，是在山下的那个好，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如果假设我们的年轻人他们刚好符合这个年龄可以去的话，我们尽量的邀请，让我们可以来参与在总会的这个青年的事工的当中。好，那我也知道最近很多人对牧师的体重很有兴趣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已经减了15公斤了，很努力。今天早上称还好，还在可容许范围内，还有但是呢，这个其实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努力，真的，我们身上有太多的东西是应该要除去的。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除去不该属于我们的，得回该属于我们的。所以在在这个第3项的地方，牧师特别提到，要7月份我们要开这个桌边谈马丁路德曾经有一部书叫《桌边谈》，就是他在餐桌上跟他的学生的对话。好，那所以我也借用这个对话来跟大家做一点说明，就是我们这个查经小组不是要很严肃的查经，我们是很开放性的，可以谈任何的话题，不管是在教会里或是在社会里的一些的议题。那从我们的信仰怎么来看待这些社会议题，我们大概会往这个方向来进行。那所以我们当中会有一些的茶点，会有一些的咖啡可以使用，所以欢迎大家边喝茶然后来找茶然后这个边喝咖啡来聊是非所以请大家能够
原则上我们会在6楼举行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希望能够了解跟认识有关这个教会的这个信仰，或是一些议题有关教会的议题比如说现在社会里面常常很夯的一些比如教育议题啦或是两性议题，这些我们都可以很开放性的在小组里面来谈话，所以不用担心你会被限制发言，不会我们都是很开放的。所以请弟兄姐妹来关心这样的事项，并且邀请新朋友，特别邀请新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查经班喝茶的查经班请大家来参与这样的事工，让我们可以跟新朋友有一些美好的接触以上，谢谢。好，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善意颂。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亲爱的圣灵，愿你降临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的教会充满圣灵，充满平安，充满喜乐。有你的恩典引导我们，让我们走在这世上的路都有光可以行，都有灯可以引导我们的路，带领我们遵照上帝的话语行，并且圣灵做我们的老师，指导我们当行的路。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坐。订阅。在订阅中也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的事工来代祷。有病痛还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来电或者到台前，牧师为你们祷告。